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夢想的藍圖，我係阿達。第一次嚟中山，俾佢啲舊式建築吸引住。呢度俾我感覺上都好 chill， 中意靜靜地，中意影懷舊照，呢度都係一個好選擇。第一站，文青咖啡店。今日天氣好鬼熱啊！我嗌咗一杯凍拿鐵。粟米多士配埋自家製嘅粟米雪糕，我真係估唔到中山有咁多西式創意食品㗎。用咗好多牛油煎香嘅多士，焗到好香嘅粟米。多士配自家製雪糕係個唔錯嘅配搭。今日我朋友擺咗幾圍酒招呼親朋戚友，
我超級期待今次係我第一次喺中國飲喜酒。第一道先上湯，我哋越南人擺酒湯係最尾上。如果有機會，下次我會帶你哋返越南，睇下我哋點樣擺酒。菜缸豬肺湯。豬肺好腍好滑，菜缸好鬼甜啊！無花果、瘦肉，湯肚清甜。然後上白灼蝦，有陣時呢，我好唔明白點解擺酒時要食啲要用手搣嘅食物，因為次次搣俾其他人食嗰個人都係我。蝦好新鮮，跟住唔使5分鐘就一次過上晒所有餸，總共16碟餸，擺到張台都唔夠位，要疊搭疊，都幾壯觀㗎。我都唔知入邊度食起，就由鮑汁鴨腳拌海參開始啦。鴨腳炆得好腍，好入味。酥炸鹹蝦骨。中山名菜紅燒乳鴿。中山人一般食大約30日大嘅乳鴿，乳鴿會細隻啲，肉質會嫩滑啲。鹽焗小腸，煙煙韌韌，有少少脆，送酒一流。薑蔥炒蟹，又係搣俾其他人食。白切走地雞，隻雞比我平時食開細隻啲，但係有少少咬口，雞味十分濃。黑椒牛仔骨拌芥蘭，牛仔骨甜甜地都幾好喎。多餸菜到呢一個都未試過。簡簡單單清蒸鱸魚啊！
酥炸斑塊，用新鮮斑塊炸。鹽焗白鱔，惡切得嚟都好香口㗎。我朋友同我講，佢哋鄉下唔興一道一道菜上，一般人齊10至15分鐘內，所有餸菜就會上齊。呢一個都係我新嘅體驗。多謝收睇，唔知幾時得閒上新片，所以請訂閱撳鐘仔，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。